花西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草屯的牛屎社区真大心。年轻的教护员特别帮老大人注文5倍券，佮安排着老大人斗阵做伙到超商去领5倍券。是大人分配要去超商准备实地进行生活的体验，包括捌学过扫 QR code 进行实人制。这摆是要来领进行5倍券，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协助操作。这社区也拢70-80岁的，目睭拢无看他字啦，伊干帮忙原领吼是足赞的。草屯镇艺术社区真大心，知影真侪时大人无限时世大做伙，除了协助注文进行券，嘛安排这张领5倍券的体验活动。阿公阿嬷领券了后，拢真欢喜，有人已经想好要安怎用。未胖未瘦遐吼，应该你嘛感觉讲感受到政府给的福利哈，这感受会到。啊无吼，我直接互伊，感觉讲无什么感觉。哦，其实安排这个活动吼，阮长辈都很高兴啦吼。为了刺激经济，政府推进行5倍券，艺术社区带时大顺利领券，希望会当好好运用。